这是要请本堂陈文基牧师来传讲信息，伊的题目是先知以利亚的心理分析。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差不多2个月无伫这个所在讲道，恁有想我无？我嘛真想恁因为对主任牧师的这份摕落来了后，会当做关怀的事工。虽然希望会当伫祈祷的内面，为着过来的新的主任牧师，咱三甲来祈祷，来敲催，和少年教会要进入伫新的第200年的时阵，和咱的教会更加成长，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从，和阮同心做伙用祈祷来敲催上帝你的心意。愿意赐予阮伫教会中间有一位新的主任牧师来引导阮，搁一摆阮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通过你的话，互阮得到学习，得到启示，得到帮助。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的心灵是真好得了解的代志。人甲动物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人的内心有真侪复杂的物件伫咱的内面。所以对古早所谓圣贤，就要去了解到底人的内心是生做什么款。伫咧敲催过程内底，我有找到孔子所讲的一句话，伊讲：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常在？这句话是孔子来探讨人的内心。伊讲，要哪去知影人的内心生做什么款，就是看伊所做的代志，看伊做这个代志的理由有好势无？伊做了心有平安无？若是安尼，这个人所做的代志，咱就会当知影伊的内心是水的。也就是讲，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代志，会当知影伊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这是孔子圣贤，互咱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总是伫人类历史内底，人对一个人的心理的了解，差不多是对咱真出名的一个心理的大师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才有一个真系统的整理，会当有分精神分析学派、人理的行为、甲人本的学派。无论咱甲伊整理起来，会当成做一个人迄个心理的构成，就是有几项的代志。意识，我即马咧讲话，你毋知听有无？安尼表示讲，恁的意识有去了解、去认捌。另外一个就是思考，人会当去思考代志、分析代志，就是人有一个分析一个物件伫咱内面。其他动物就拢无。第三个就是人的行为。我想咱有机会到伫有精神问题的所在，咱就知伊的行为怪怪，走路慢慢，目睭无精神。咱会当对一个人伫环境的中间对伊的影响来看这个人。对伫心理内面，咱会当看见这4项以外，上重要的有一个就是人的意识的特定。人安怎去认捌代志，人安怎去了解代志，怎样去分析，这个过程内面真重要的，大概有2部分。一部分就是人的意识，会当认捌，会当分析，会当判断，这就是咱的意识占10%。另外90%就是人的潜意识。就是伫咱的成长的过程内面，咱所拄到的欢喜的代志，
艰苦的代志、忧伤的代志，等等才会累积起来，成做咱今仔日的你甲我。总是这两项，拢会影响你的性命甲我的性命。对遮咱来切入，咱要对咱真熟悉这个先知以利亚，咱来做伊心理的解释。以利亚是一个充满祈祷的气力，在伊的生命内底是一个真有拄着高峰的时阵。咱知影伫古代要成做一个先知，需要伫先知学校受训练、受操练。这个操练就亲像修道院同款，真严格。然后伊才会当成做一个时代的先知。伫时代先知内底，就是伊的处境，无论伫顺境伫逆境，伊拢爱真忠实将上帝的心意来传达。虽然伫圣经内底通看到5个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等等这个12个小先知，以利亚也就是伫这种的时代，受呼召成做一个先知，伊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一生顺探上帝旨意。总是咱看见这个以利亚，伊上人生的舞台，就是真有决定。真有能力，有祈祷的气力。咱会当伫《列王纪》上卷第17章，咱来看见。以利亚一开始的时，上帝爱伊到伫寡妇的所在，这个寡妇叫做撒勒法，这个所在。总是伫迄个时阵，西顿拄着饥荒，上帝差派以利亚到伫寡妇的所在，甲伊讲：你互我物件食。这寡妇甲伊讲，即摆是饥荒的时阵，阮就剩一点点仔面粉，搁一点仔油尔，阮食了就死啊！阮搁互你食，食了阮就脑死啦，安尼敢会使？但是呢，以利亚甲伊讲，你爱对上帝有信心，你想互我食，食了上帝的确要祝福你这个家庭。果然有影，以利亚食了了后。上帝祝福这个寡妇，互因的面粉无欠缺，也互因的油也无欠缺。上帝来供应这个寡妇的家庭。经过无偌久，这个寡妇的囝儿死去，这寡妇就怨叹这个以利亚，讲拢嘛是你来阮兜管教教，阮会拄到这个代志。以利亚讲，上帝要医治你的囝儿。就3摆到伫这个囡仔的身躯的顶头来祈祷，上帝果然大气力，互这个囝儿会当对死的中间身躯得着活起来。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咱所认捌，以利亚一个人伫迦密山顶杀死450位的巴力的先知。巴力的先知就是王后亚瑟别。阿哈王所咧拜的这个偶像，总是以利亚伫迦密山顶的所在，伫遐祈祷，上帝听伊的祈祷，一个人杀死450个巴力的先知。咱看到这个时阵，确实有影，互咱知影以利亚确实有大气力。特别伫雅各书第5章17节，安尼记载讲，当以利亚祈祷的时阵。求上帝无落雨，莫落雨，果然这个土地3冬无落雨。以利亚搁祈祷，搁求上帝你落雨来润泽这个土地，上帝就听伊的祈祷，土地就落大雨，生产五谷济济。虽然看见这个以利亚伫太阳450位的先知、巴力的先知的时阵，是伊的生命上高峰的时阵。是一个上荣耀的时阵，是伊的生命伫服侍上帝迄个过程内底上有气力的时阵。有一句话安尼讲：10年磨剑无人知，一举成名天下闻。讲10年的时间，以利亚的训练的锻炼，拢无人知影这个人。
但是一出名了后，哇，大家拢捌伊。第二部分，咱要看这个以利亚，失落感的以利亚，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才调的以利亚，为什么伊的人生会行到伫失志的过程内面？这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伊看到环境，伊无搁再看见上帝甲伊同在。其实咱正做台湾的人民。伫咱的生存的环境内底，逐工咱对电视媒体，互咱所看到的，真正会互咱真消极。拄则所长老伫祈祷中间，互咱看见台湾有真侪这问题，有一项影响咱上大的，就是马政府一意来推动两岸服务贸易的协定。伫这项代志了后，伫这个礼拜拜一，台南市长赖清德，伊就提出抗议讲，即使这个代志若阁一直安尼落去，台南市会丧失8000亿的产值。意思是讲，台南市所有的产业拢会拍落去。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讲哪呢？若听？台南市有32万的工作的人口的就业，拢会受影响。这现象，互咱用一个现代的名词来讲，就是台湾人即马实在是真郁卒了。以前阮咧行街头的时阵，是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国会。民意代表的改选，两党的政治。前几天，我两个囡仔讲，伊嘛要去行街头，行街头安那？讲因为无头路咯，大学生毕业找无工作，这青年伊看袂到人生的未来啊。过去，咱讲台湾钱淹卡目，但是即卖。即马台湾普遍大学生毕业才22K 尔点，薪水倒退17档，咱就感受到咱的生活，逐项拢咧起，逐项拢咧起，起来都袂落落来。但是有一项无起是啥？安尼咱拢有感受到哈，我的心跳，你嘛拢有感受到。咱来看今日圣经列王记上卷19章第20到第50开始。当亚瑟别派使者去见以利亚讲，明仔载伫这个时阵，我要爱你的命，你怎样杀死我450位的先知，我今仔日就要对付你。哇！这个以利亚听见这个代志，走干那飞去，心内惊吓，走到伫一张青树骹，甲上帝讲：你互我死死的好。用今日的话来讲，以利亚的处境，因为伊过头看环境，看咱所拄着环境这么侪困难，亚瑟别搁要爱伊的活命，必须伊得到一个症头，叫做忧郁症状。忧郁的症头，根据精神科的医生的讲法，忧郁症的症头大概有3种的因素来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第一个就是身躯的因素，是因为身躯通过化学的变化，荷尔蒙出问题，也是病毒的感染，也是长期破病伫眠床。必须伊看袂到人生的奋斗目标的时阵，伊的心开始有这郁卒会走出来，也是伫妇女生理期的中间袂好势，也是生产了后或者产后忧郁症，这种是对身躯的中间所产生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对心理的因素所产生。就是长期活伫压力的中间，也是受暴力、
性的侵犯，做代志拢袂顺利，伫这个过程内底，引起一种心理的恶性的循环，伊又开始这种的忧郁的症状。第三项就是反应性的忧郁，就是突然间面对着迫害，也是忽然间伊的亲人过身去，忽然间伊所爱的物件煞拍无去，伫这个过程内底，伊会产生这种重度的不安甲惊吓，或者是忽然间拄到车祸，这个过程内底会产生一种反应性的忧郁。你想这三种内底，伊利亚是对一种？伊利亚是属于对一种？伊利亚是属于第三种反应性的忧郁症状。伊受到亚瑟伯的追杀的时阵，伊忽然惊一个，意思逃走，上帝来救死。伫咱呢兄弟姊妹中间，我伫探访有一位兄弟，伫行路的中间，忽然中风倒落去，人家送到伫病院的所在，倒脚倒手，就变作行动无方便，爱通过复健。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嘛感觉真挫折。哪会安尼？这个代志哪会发生伫我的身上？本来好好，忽然间中风，也是讲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上好的亲人来离开咱，这种一种的反应性的镜头伫咱的内面，这需要咱兄弟姊妹搁较济陪伴。搁较济关心，搁较济带导，互人伫真艰苦的中间，伫真情绪上真无稳定的时阵，因为咱的陪伴甲鼓励，互因得到安慰。咱对圣经内底通看见以利亚伊的情绪上，伊所面对这种的忧郁症状有几项，头一项就是恐惧、惊吓。因为人要追杀你，亚瑟伯要追杀你，会有这种的恐惧、不安、惊吓。我唔知你有这种的经验无？伫这礼拜去探访，有一个会友，因厝饲真济狗，到厝的时阵饲电铃，哇，狗就开始吠啊，嗡嗡嗡咧吠啊，当下开门的时阵，狗嘛共款咧吠，我伊就甲话讲钟神点点，种是种神，拢是狗的名，我就去的时候，哇，狗就走来我的骹，我足紧张的，骹开始压起来，因为安那足惊去咬着啊。因为即马咧流行一种病，叫做小狗病，狂犬病啊。那你这个惊吓是藏伫咱的心内底。有时阵是动物的惊吓，有时是对咱整个生存的环境，互咱带来一种的惊吓甲不安。第二种孤独感、孤独感。以利亚的罗卜甲留伫遐，然后伊行一天的路程，到伫旷野，伊一个踮伫遐。这种的孤独感，孤立家己，无爱甲人做伙。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会拄到咱上好的另外一半的过身去。讲人生上大艰苦，就是中年丧偶。咱的另外一半过身，特别是先生的太太过身去的时阵，咱忽然的感觉，伫厝真孤单，无人甲你讲话，厝的真济代志，大细代志，都无人去处理。迄个时阵，你的孤独感就会走出来。今年的暑假，我回去台东，每一年我若回去的时阵，一定会到伫布农部落，甲阮一个好朋友原住民的朋友白光顺牧师来甲伊分享。伊讲伊20几年来经营布农文教基金会，有民宿，有真济这样食食的物件，但是伊感觉真孤单，压力真大。即使这个基金会、这个布农部落的经营若无好势，就会影响到伊族伊的民族的
这个原住民同胞的一个生活问题。石面活伫真紧张的中间，石面伊佫活伫真这个孤独感的过程内底，我们知要安怎？所以我每一年那回去的时候，大概住伫遐，也甲伊有一日的时间，那甲伊分享伊心内的代志。第三项，这个以利亚所产生的就是挫折感，中文叫做挫败感。以利亚讲：上帝啊，煞去啦！你互我死好啦，因为安那，我这么含慢，连我的日子我拢比袂过。过去伊这么有气力，但是即马伊软甲骹酸手软，这种的挫折感、挫败感，伫伊的生命内底。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伫咱的环境的中间，咱什么时阵有这种的挫折感、挫败感？大概是伫咱的工作、服侍中间无受到肯定的时阵。有时阵咱伫一个工作做真久，但是咱并无受到肯定，受到咱的长官、长官、咱的头家甲咱肯定的时阵，咱的种的无力感、挫折感，咱就会走出来。或者是一个人真长的时间，伊找无工作，伫这个过程内底，伊会对伊的人生有真大的挫折。这就是伫你我生命内底，咱拢有的现象。第四项就是自杀的念头，恐惧感、孤独感、挫败感，了也感觉。真正人生拢无好行，所以伊有想要去自杀的这种的念头。以利亚就是安尼，上帝啊，过去我你赐我活命，因为我活咧无啥物价值啊。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有兄弟姊妹检采也亲像以利亚同款，这种的情绪、这种的痛苦、这种的艰苦伫咱的中间。谢主，你今仔日活了真好势，我要甲你恭喜，你活了真健康。但是偏偏是伫咱的生活内底，总是有这种真艰苦的人伫咱的中间，这是咱爱关心的。第五项，以利亚的忧郁的症状就是身躯的疲劳。伊讲伊行一日的路程，到伫旷野的中间，无食物件。无有啉水，伫迄个中间，互伊身心俱疲啦。啊，伫即个咱伫现代人内底，因为咱的压力真大，所以咱的工作爱真长的时间，所以现代人流行一种的病叫做过劳死，因为过劳无休困，过头的拖磨，过头的工作，为着家庭的生活，变作过劳死。在这种的过程内底，这拢是咱今仔日现代人的问题啦。咱会当对以利亚的身上来看到，咱今仔日现代人有真多这个心理上所面对这种的压力所带来的困难。总是咱看，咱的上帝偌尔啊好，要我上帝怎样来医治以利亚？互伊会当重新得到快乐。上帝怎样来帮助以利亚，互伊会当重新看到伊人生的目标？其实上帝所做的，咱嘛会当做。头一个体谅甲接纳。当上帝看见以利亚这种的软弱，离开伊的这份夺命的时阵，上帝不是伫遐甲伊责备，你哪会这么软弱？你哪会这么无信心？连一个查某人你都惊伊，因为王后亚瑟别，你都惊伊。上帝不是伫遐咧个责备以利亚，咱的上帝有什么方法？你若看圣经，上帝2摆
为着伊利亚来准备食物，准备水，互伊啉，互伊休困。因为耶和华上帝知影，这个时阵的伊利亚，伊的心灵受到创伤，伊真需要的是啥？休困。伊需要的就是体谅甲食力。兄弟姊妹，伫你的家庭内底，你的囡仔，即使6个月、1年找无工作的时阵，伊利亚若是恁囝的时阵，那咱囝的时阵，咱会安怎对付伊？我想咱真侪负面的情绪会走出来，无路用啦，那遐含慢啦，等等遮的。但是咱看上帝用一个真特别的方式，伊会当去体谅，会当去接纳伊利亚所面对心灵上的创伤，伊互伊休困，供应伊食物件，互伊水啉，伫遐帮助伊的心灵得到恢复。第二项，上帝的方法安怎做？就是互伊的埋怨的情绪会当讲出来。互伊的内心真侪不满的情绪会当讲出来，上帝正做一个听的人。咱知影伫心理师的学习内底，真重要一项就是倾听啦。上帝安怎来听这个以利亚的声？以利亚来到伫何烈山，就秘伫洞的内底，伊秘伫迄个所在，因为伊无安全感。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咧创啥物？哇！上帝无问阁好，一问的时阵，以利亚内心真侪不满的情绪拢拼出来，亲像山爆炸同款。以利亚讲啥？咱来看圣经。我为耶和华上帝大发热心，因为安那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死你的先知，即马剩我一个人来听。这个亚瑟伯阁要爱我的活命，意思是讲，这个时阵的以利亚上帝 complain 埋怨不满，为什么是安尼？为什么是我？以利亚埋怨几摆？你若看圣经，伊埋怨2摆。上帝，我为着你大发热心，为着你做这真侪工，但是我所拄到的是安尼。伊开始伫遐将伊内在真侪不满的情绪上帝来表达，但是上帝安那，伊毋是受气讲啊，你咧讲啥？你莫阁讲啊，闭嘴啊！毋是安尼呢。上帝伫迄个所在倾听，伊了解。这个时阵的以利亚，伊心内有真侪不满，真侪郁卒，真侪艰苦，伊伫遐正做一个听的人，倾听者。咱的上帝实在有够，对不对？实在是真够。伊会当去知影以利亚所面对的困难甲问题，伊伫遐来帮助伊。第三项，以利亚甲对敌看甲足大，甲家己看甲足小。伫何烈山的中间，上帝通过风，通过地动，通过火，对迄个所在过去。上帝无伫迄个中间，用微细声甲伊讲：以利亚，以利亚。直接要有以利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讲，真正掌管人活命的，毋是亚瑟伯啦。我才是你的上帝啦，你毋免惊，毋通甲对敌看甲足大，甲上帝看甲足小。然后我要以利亚亲目看到，上帝才是真正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我才是你的上帝，你毋免惊。你若用日本话，常常咧讲的一句话，就是安心してください。讲你放心啦，你放心，我是你的上帝，你毋免惊。你莫甲对敌看甲遮尔大，我袂甲你相甲对敌。第四项，除了上帝做这心理的治疗以外，安尼也袂煞。上帝安那，
予伊一个新的使命。上帝予伊一个新的使命，要我就吩咐以利亚对旷野倒转到伫大马色的所在来膏抹亚薛做阿兰王，阿兰王就是叙利亚的王，膏抹亚何做以色列王，膏抹以利沙做先知。上帝毋是甲以利亚做一个心理的治疗哪定，毋是听伊的困难哪定。上帝伫这个时阵重新予伊一个要紧的使命，互以利亚知影，你活咧要阁有使命，你活咧要阁有奋斗的目标，你爱去完成。你莫遮尔早就死，他伫死袂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也共款。上帝要阁有活命，互咱是爱互咱阁有使命，爱去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代志。万请转去上帝遐呢？你若收早转去的时阵，你到上帝遐，上帝甲你抓来拍尻川，讲你的使命要未完成，你就转来。我要互你80岁，好好伫地面上来完成我要交代你的工作。上帝通过安尼，互以利亚，互伊知影，伊要阁有使命，伊要阁有责任，伊要阁有人生的目标，爱去奋斗。兄弟姊妹，你即使活伫这种的困难艰苦的中间，今上帝要甲你讲，你的人生要阁有目标，你的人生要阁有奋斗，爱去完成的代志，你毋通遮尔紧就退休啊，毋通遮尔紧就要离开啊。这是上帝重新予以利亚一种新的使命，予伊，佢责任感予伊。最后一项，咱看上帝，予伊有一个真水的支持的系统、支持系统。要我上帝甲你遐讲，毋是干那你一个啦，爹。我伫以色列中间有备办7000个，要毋捌为着巴力来跪拜。这些人拢是忠心敬畏我的人。这句话要甲以利亚讲啥？讲你无孤单，伫你的后壁有7000个大道的勇士，要成做你的帮站，要成做你信仰上的支持的系统。你无孤单。兄弟姊妹，一个软弱的人、破病的人，真需要就是咱听伊的艰苦，体谅伊、支持伊，用同理心来帮助伊。咱的教会的小组、咱的团体，就是要成做真侪心灵艰苦的人的一个支持的系统。分来到伫咱的中间，伊拄着艰难，当伊咧讲的时阵。唔通过灯工，咱就敲电话咱的好朋友。我甲你讲，我昨有参加小组的聚会，有某一个人，伊讲安那，那是我甲你讲哦，你莫甲别人讲哦。咱都爱诚做伫迄个伤心的所在的人，诚做一个支持，诚做一个代祷。这是上帝方法，诚做伊的帮助。咱通看见，咱伫台湾所发生的事件，苗栗大埔的事件，迄个死活互人徛去，伊无孤单。咱的人民有觉醒，要诚做伊的支持的系统来支持伊，来关心伊。一个月来，咱伫电视媒体所看见的洪仲秋这个青年的事件，过3天就要退伍。就是军中发生冤枉死这个代志。伫顶礼拜，伫咱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自发的25万人来甲伊支持，因为伊的老母的目屎无孤单，有真侪人站出来支持这个事件，为着。伫军中无公平、无正义这个事件，咱欢喜出来甲伊听。
我真感动的所在，就是看到咱真正公民的气力出来。咱台湾人不能默，不能等，咱有一个真公正正义的心伫咱的中间。过去伫政治的游行内底，嘛无遮尔侪人，我即届出来，拢是遮少年家、青年遮的人。我感受到咱台湾人民的觉醒，有这种的动力心，有这种的热情，为着社会议题，咱做伙来关心。这个就是洪仲秋家庭的一个真水的支持的系统。兄弟姊妹，咱诚做基督徒，咱也爱诚做些软弱的人的一个支持的系统。保罗讲，一个肢体受痛痛，百体拢得到痛痛；一个肢体得荣耀，百体当得到荣耀。雅各书第5章17节安尼写讲：以利亚甲咱是有同款性情的人。以利亚甲咱同款的性情，意思是讲，这位这么伟大的先知，就是伫马拉基书上尾的时阵，伊讲安那，伫末后的日子，上帝要差遣以利亚到伫恁的中间。耶稣的登山的部分内底有3个人：摩西、以利亚，佮耶稣伫迄个内面。以利亚是这么伟大的先知，总是安那，又惊吓。又挫折，又艰苦，又孤单。何况是咱呢？何况是咱一般人呢？伫咱的情绪的内底，咱拢有这物件伫咱的内面，咱也要诚做别人的帮赞。咱的上帝怎样来帮赞以利亚，互伊会当重新对伫迄个失志的中间重新个活起来？兄弟姊妹，咱今日诚做基督徒，咱岂不是爱诚做别人的帮赞？伫咱的教会内底有这艰苦的兄弟姊妹，有软弱的兄弟姊妹，咱是要诚做伊的帮赞，要诚做伊的代祷者，互艰苦的人重新体会上帝疼，互伫迄个受伤的所在有上帝疼伫迄个中间，伫迄个受痛苦的所在。有上帝医治伫迄个中间，咱要诚做上帝的帮赞者，互你诚做别人的帮赞。阿们嘛，互咱会当诚做别人的帮赞。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讲：只要你有我的恩典，就够额，因为我的气力伫人的软弱的顶头显得公众，互咱用恩典来好款待别人，互咱用恩典来伫迄个痛痛的所在，互人得到安慰，得到医治。这就是主耶稣教示咱的，这也是咱的上帝来医治这个受创伤的以利亚，互伊得到重新充满气力。望咱伫教会内底。咱也是安尼，毋是去破坏别人的人，毋是去盐伫别人的伤口的所在，反倒等是诚做别人的帮赞。安尼好毋好？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是落伫阮的中间。主啊，你怎样来恢复以利亚伫软弱的中间重新得到气力？主，你也同款。互阮诚做你的大使，伫迄个艰苦的中间，阮也要诚做帮赞别人的人。天父上帝，阮恳求你，伫这个时阵，你来监察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你有拄到困难，或者是你伫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这个时阵，主耶稣要帮助你。你需要主的医治的，你会当举起你的手，表示讲。主耶稣，我需要你伫我的生命内底来做医治恢复的工作。
你有需要的，你当举起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上帝。上帝要成做你的医治，上帝要成做你的帮助，互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互你的家庭重新恢复好好甲三正。毋知伫咱的中间，你是第一摆来到伫教会，你听到圣经这么好的信息，你要欢喜接受耶稣成做你的救主的，你会当举起你的手，这是你要紧的机会。主耶稣要成做你的帮助，来给你祝福，互你的人生充满美丽，互你的人生充满祝福。感谢主，你是无道友、新朋友，你要欢喜来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成做你的救主，有无？举起你的手，感谢，好，也手会当放落来，感谢主。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这么有气力伫阮的中间，有将军八位的兄弟姊妹，伊欢喜接受主你成做伊的救主，伫你伊的生命内底做改造的工作。今日的决志是代表一世人欢喜跟对耶稣基督，到伫洗礼迄一日。有愿继续追求信仰甲成长，也为着阮中间有兄弟姊妹面对的困难、问题、艰难，无论伫家庭的中间、伫婚姻的中间、伫工作、伫经济的中间，上帝啊，阮知影，你伫阮生命中上大医生，你既然会当解决伊利亚伊心灵的问题，你今仔日也共款，也要医治阮、透放阮中间兄弟姊妹所拄着最多问题甲困难，因为阮要宣告，上帝是你是阮一切问题的答案，你是阮一切问题解决的所在。祝愿你祝福对这野手这兄弟姊妹。你要亲自施落你的恩典、你的听叹、你的祝福伫阮的中间。阮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